由皮克斯制作、加拿大华裔导演石之宇编导的动画短片《包子》，用包子来探讨华裔移民的亲子关系。作品随着《超人特工队2》一起上片后，不但引起高度讨论，本届奥斯卡还拿下最佳动画短片奖。蒸笼里白白胖胖的包子突然长出手脚，变成一个会哭会笑小男孩。这是由皮克斯制作、加拿大华裔导演石之宇编导的动画短片《包子》。小包子在妈妈悉心照顾下渐渐长大，却开始叛逆，追求自我，还交了一个金发女友，要离开家里，另组家庭。妈妈一气之下就把包子吃了。原来导演是用包子来讲华裔移民家庭的故事。包子导演石之宇，我也想在这部短片中加入一点自己的故事，探讨过度保护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，用包子象征这段关系。身为华裔移民第2代，石之宇选择用拟人化的包子当作主角，因为他认为食物在中华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角色，也是华人父母用来表达爱的方式。包子导演石之宇，父母靠食物来展现他们多爱你，他们不会说我爱你，而是靠行动，对你照顾得无微不至，还有为你做饭，永远确定你有吃饱。影片最后，包子妈妈真正的儿子出现，大家才知道，原来妈妈是把对长大搬出去儿子的思念转移到了包子上。